聖道家唔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7月17號啊，我哋聽到咧提摩太後書，咁即係接續住前面嘅提摩太前書啦，都係一個好偉大嘅使徒吓，保羅佢將要離世啦，咁佢咧就揾佢嘅接班人提摩太，特別喺一間叫以弗所教會入邊嘅牧養啦，同埋入邊一啲嘅紛爭啦。教導啦，都想交託俾呢位提摩太啊。咁啊，上文咧就講到當嗰間教會推敲下嗰間教會出現嘅咩爭拗嘅問題、階級嘅問題即係不和嘅問題。咁但係今日咧聽到嘅就已經係保羅即係嚟緊，即係可能啦，即係要被處死，所以佢覺得咧都冇辦法再去見到提摩太啦。咁咧就有一啲嘅遺言啦咁樣。咁啊，好似好個人性咁啊嘛。不過呢啲書卷咧，到當時咧係最後被公開嘅喎，好似今日咁就公開咗，變成人人都可以讀嘅聖經咯。所以咧又唔需要太過即係覺得係一種個人化啊，淨係寫俾提摩太嘅啫咁樣。而當時已經會傳閱，透過佢哋之間嘅關係牧養，展現出教會嘅情況，同埋教會應該行一條咩嘅路。到今日咧，都仍然能應用嘅。咁我聽一聽少少嘅講解介紹先。保羅寫俾提摩太嘅第二封信，呢封係保羅最後亦都係最個人嘅一封信。佢喺再一次坐監嘅時候寫呢封信，收信嘅對象係保羅好重要嘅同工同埋徒弟，年輕嘅提摩太。嗱，我哋唔知道呢封信寫嘅時候，距離佢寫提摩太前書過咗幾耐，但係我哋可以見到保羅嘅處境已經唔同咗，而且更加差。佢喺羅馬坐緊監，咁可能係指使徒行傳28章裏邊佢被軟禁嗰段時間，又或者可能係佢被軟禁之後放翻出嚟，有另一段長時間嘅侍奉，然後再喺特羅亞俾人拉咗。無論如何，保羅話佢而家經歷緊審訊，而且唔太樂觀。佢幾肯定今次難逃一死，所以保羅喺呢個咁黯然嘅處境裏邊，呼喚當時似乎仍然喺以弗所有任務在身嘅提摩太，佢叫提摩太嚟監獄嗰度陪佢，等佢可以將佢開拓咗嘅植堂宣教任務交託俾提摩太。呢封信嘅結構好簡單，裏邊有兩個大段落係保羅挑戰提摩太，第一去回應成為領袖嘅呼召，然後喺佢嚟揾保羅之前，去首先處理嗰啲仍然喺以弗所嗰度搞震嘅腐敗教師，跟住保羅就結束咗呢封信啦。保羅一開始先為提摩太同埋佢嘅家庭感謝神，特別係為到佢嘅婆婆羅爾同埋佢嘅媽媽友尼基，佢哋令提摩太細個開始就熟讀舊約聖經，而且令佢對彌賽亞耶穌有堅定嘅信心。好嗱，咁我哋聽到嚟呢一度先，咁我哋直接睇經文啦啊。咁啊上邊講到保羅其實佢唔止一次坐監嘅，所以無論邊一次坐監都好啦，咁都係困難嘅，都會諗過入咗去出唔出得翻嚟嘅。咁而依家嘅學者整理咧，覺得今次真係保羅冇辦法噶啦啊。咁所以寫封信俾提摩太。咁我哋睇下提摩太後書第一章嘅講。提摩太後書第一章，奉神旨意，按照基督耶穌裏所應許的生命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，願恩惠、憐憫、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歸給你。我感謝神，就是我接續祖先用純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在祈禱中晝夜不停地想念你。我一想起你的眼淚，就急切想見你，好讓我滿心快樂。我記得你無偽的信心，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友尼基的心裏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裏。為這緣故，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，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，而是剛強、仁愛、自制的心。所以不要以給我們的。好啦，咁我哋聽到嚟呢度吓，咁好個人親密啊，即係好想見到佢啊，亦都認識埋佢屋企人嘅。原來保羅係認識佢母親同祖母係猶太人啦，咁估計
提摩太有機會唔係個爸爸就有機會係外邦人啊，通婚。咁但係咧，兩位女性咧好熟讀嘅聖經，所以咧就用聖經去教育提摩太。咁呢個咁個人嘅關係咧，亦都可以延伸落去一種嘅應用，即係話其實保羅唔係佢真正嘅爸爸係嘛，即係好似父親咁樣嘛，上面講到係嘛，親愛嘅兒子咁樣。但係因為喺教會入邊認識神嘅緣故，保羅用佢一生嘅即係努力去栽培身邊嘅人，就好似父親一樣。就今日教會都需要努力去栽培嘅。冇得話即係求求其其翻嚟，即係有乜就做乜，睇下點咁樣啊，有乜做乜都係好，但係確實要有個決心，係要成長，係要教會入邊有為父為母嘅，有能力嘅熟讀聖經嘅去教育下喎。你話我暫時冇喎，咁咪由自己做起咯，係嘛？由自己做起啦，去揾啦，去學習啦。呢種嘅喺學習聖經跟隨神嘅父子家庭咁樣嘅形式嘅關係咧，係一間成長嘅教會必須要有嘅元素嚟啊！跟住佢就話提摩太點解會有咁有信心係嘛？無偽嘅信心啊，就係因為佢信仰道嚟㗎，唔係因為班人好開心啊，圍爐取暖啊，你讚下我，我讚下你，唔係。係真係出於對信仰，出於對神嘅呼召嘅負擔啊，所以佢話佢嘛，佢有剛強仁愛自制啊嘛，呢啲唔係普通嘅一啲嘅性格品格嚟嘅，呢啲全部都係持守召命要有嘅，係咪？如果唔係做人使乜一定要咁剛強啫，係咪？溫柔啲都得係嘛？係咪？仁愛，咁我愛自己咪得咯。但係我哋因為回應神嘅召命，就係愛其他人啊嘛，自制咁啊更加啦，為咗自己健康而自制啊，fit 啲係嘛？唔係為咗建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喺相處上邊，喺係嘛，即係凝聚教會嘅關係，教導彼此相愛上邊，需要自制咯，係嘛？好，咁啊今日就聽到嚟呢度，咁我哋聽日咧先再聽第一章嘅下半章，同埋咧嗰個短片繼續幫我哋去整理下呢個經文啊，同埋嗰個嘅信息意義。